为了要解决这茶山饮水的问题，高雄市政府分2期做茶山下水池。今年的下水池头一届出现大鸟，不过民众却发现讲这鸟仔定定受伤，甚至有流浪狗仔会去水池内面掠鸟，甚至有民众会去掠这鸟仔。民间团体是希望政府就要加强巡逻甲宣导来维护生态。画面上有一位士大用手将暗公鸟掠掉，唔知要创啥。这是巡山队志刚无意中去翕到画面，徛去看，才发现这只暗公鸟已经受伤，才会互人掠到。高雄茶山地方池伫去年完工了后，水池内面形成南马地，今年头一摆出现大鸟。不过巡山队员发现，这常常会有规群的野狗，也看过野狗会落去水池内面吓惊鸟仔，怀疑野狗会攻击鸟仔。被咬的。都有红色的，甚至它的那个下颚已经脱，没办法咬合。夜鹭也是被抓，是先受伤才被抓的。狗是比较多啦，这人因为这个山上嘛，有些人都是随便就放养啊，不养了就丢。茶山地方池今年难得出现鸟仔生态，有鱼狗、海茄啊等等，甚至有百外只遮济。民间团体是烦恼这个所在野狗的问题会危害鸟仔生态。也若根据高雄市动保处的统计，去年茶山野狗通报件数有157件，实际上有掠到54只。水利局强调会想办法解决。第一，咱会来通知咱农业局的动保处，互来加强处理这野狗的问题。第二，咱嘛会伫咱的地方池的周边，设一寡告示牌。目前茶山地方池管理单位是水利局，水利局表示会伫地方池遮设告示牌，也会请农业局、动保处加强巡逻，了解流浪动物对鸟仔甲生态影响。记者钟义辉、邱昭荣高雄报道。